咦，你塊面點解咁紅嘅？玫瑰痤瘡咩嚟㗎？即係暗瘡啊？你有冇睇醫生㗎？點解睇完都仲咁紅嘅？玫瑰痤瘡患者每日咧都俾呢啲嘅説話咧逼到佢唞唔到氣。嗱，可能你覺得係出於關心，其實句句都係壓力喎。嗱，答你又要由頭解釋一次，唔答又好似驚得罪咗你咁樣。呢啲就所謂關心啦，分分鐘咧壓死咧佢最後一根稻草。當你將焦點放晒喺佢塊面，其實佢嘅心裏邊好緊張，大腦就會釋放壓力荷爾蒙，刺激微血管瘋狂咁擴張。結果咧，因為你呢一句嘅問候咧，令到佢塊面興得更加勁，紅得仲更加誇張。所以對待玫瑰痤瘡嘅朋友咧，最好嘅關心係咩咧？就係當咩事都冇發生，好似平時咁照講笑啊。佢反而咧心裏邊默默咁咧多謝你嘅體諒咯。如果你正承受緊呢一種無形嘅壓力，試過好多方法都唔得，即刻 inbox我或者留言同我傾傾啊！